哇！你哋睇下，而家豬心都可以移植喎，似有咩動物都得㗎。哇！你 out 唔 out 咗啲啊？莫講話豬心動物啊，機械都得啦。你冇睇過個咩嗌一名嘅咩？荷里活拍得出嘅乜都得。哇，唔係咁誇張啊嘛？就係咁誇，其實 3D print 都得㗎啦。咁動物好啲嘅，起碼生物啊嘛。我覺得機械好似好啲喎。我係撐豬心嘅，撐豬心機械一定得。都係問下專業人士意見啦。嗱，我諗大家咧啱啱之前咧都可能睇到有新聞咧，喺外國咧有一個由基因改造咗嘅豬心咧移植咗喺人類身上。咁不過咧呢一類嘅動物器官移植咧，暫時嚟講咧都係響研究階段，仲未咧可以喺臨床上應用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希望科技繼續進步，咁呢個咧亦都可以提供多一個選擇俾我哋器官衰竭嘅病人。咁當然啦，我哋亦都希望多啲朋友可以簽呢個器官捐贈卡，咁咧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呢啲器官衰竭嘅病人嘅。其實而家醫學上咧已經有一個我哋叫做左心室輔助器，或者我哋叫做人工心嘅機器啦。咁其實都可以幫助到心臟衰竭嘅病友咧，響等待器官移植、器官捐贈嘅時候咧，維持住佢哋嘅生命。咁希望都可以幫到我哋心臟衰竭嘅病人。嗱，醫學就每一日進步啦，咁都係全靠一班專家，希望為改善人類嘅健康而努力。咁而我哋咧都好努力，希望為大家帶嚟更多嘅健康資訊。咁所以記得 CLSS 同埋撳埋個鐘仔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。